2024 4月起，台湾原住民族涉及都市人口超过原乡的一半。不过，离开了原乡，族人在都市如何转成文化语言呢？都觉得很感动，张阿莲，加油，保持下去。本次经典买努斯来到了正品国小，带你一起参加在台中破百人的排湾族收获节。嘿，林雅斯，你怎么现在才到啦？不是，现在要去哪里？到底今天？哦，这边，来，这台湾一条街秀嘎古赛，阿里，快点！是的，这一次的秀嘎古赛就办在台中的正平国小。同时，这个地方也是许多一条街族人的母校。一度，快跟着经典姐姐林雅斯的脚步，一起参加收获节吧！Masaku janumu kira munana magunya kasih cuma kani kasih zuana masagawangata kena janumu nama punya saka nama kaya nama manjizma muna kita ciuman magaba 带出我们所办的一条街哦。不说我什么那样今年，家把公家进来那么习惯呢，没嘛干嘛这个今年能不能办哦？不管我们去哪里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啊。Semua Ika cenapa ene tua jangan你捡了什么？你说阿里，这个嘞，姨妈咋？这个是他画的，当时要被就是政府收回那个土地之后，我们被迫要离开，在这个地方住了20多年。这些台湾的资产、文化资产，值得我们今天我们就在做见证这个时刻，未来现在也在见证，我们就是这个代表的一点点。然后我们上午就要朝向布里威。鲁玛莎什么县伊比，还有我们当然主角就是我们来自上邦部落的全族人一起来记录历史。我们希望还有下一篇，现在是这样的一个记录，现在是不同的记录，包括你我在内，我们从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家族，我们来写我们的历史。我想把跟了几条不过呢，我那个某个一个是一个而且可以常说的。这个语言段怎么样？文化面就民族王
所以叫你们那么什么都是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学习，希望今天我们有双牧师在我们当中，也是我们来自。尤其我们家乡的族人也都来到我们的山中，我们很感动。连下3000牛，包括爸爸家给帮我帮人家过，伊马上就是马不马上过，伊说见证着这个时刻，将一切这个荣耀来归给我们上帝。那就是我们以前这公寮以前我们居住的地方，也是我们从小到大在居住的地方。那之后，因为那个政府要规划，所以我们就被迫要搬家，搬到一条街这里。让我们有健康的身心灵，献上感恩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里开始排，好，我们开始吃饭了，大家好。什么都可以输，就吃饭吗？我刚刚说，就是从你们前面准备啊，然后到今天参加，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，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？就是一开始布置的时候，是还蛮期待的，但到后面就是还是很期待，然后后面就没有力气玩下去了。可是。好就好了，因为终点会很贵，背起来。我们做的事情都一样，只是部落跟都市有它不同的条件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能够在都市做这件事情，它连接的资源跟能量远远比部落还要困难。所以他们是一个，让我觉得另外一个支持的力量，也就是他们那么努力的，那在部落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要
更加的去珍惜。真的，有时候我们在拉力巴部落跟我们在台中的一些亲友，我们的互动可以更多一点，让我们的拉力巴然后更完整。好，马萨路。那今天来到这边，其实大家都长大了，就是跟我一起玩的小朋友，我们有已经结婚生小孩的，然后也有就是也都在工作的。那看到大家，其实虽然会有一点看到面孔是很熟悉的，可是我们其实就是少了那一点点的连接，因为大家长大，然后没有什么互动，可是我们都还是会看到彼此，都会打招呼。我也期待大家跟我们就是有更多的融入，更多的交流。跟那个阿姨说，其实我们那里也是有很多那时候在公寮的照片，看了很多回忆都出来。可能还是保留那个。在市区保留那个部落的那个生活啦。